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18，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下晡2点外发生规模6.8地震，花莲一栋透天是规个倒去，有4个人掉伫内底，家在已经救出来啊。昨台东发生地震，今仔日下晡阁有6.8地震。气象局讲，今仔日下晡这个才是主震，昨昏的是前震。美国女王的国葬会伫当地时间19举行，包括美国、日本、南韩等国的元首拢去参加。台东今仔日下晡2点44分发生规模6.8地震，花莲传出严重的灾情，有一栋3层楼的透天是规个倒去，1楼是超伤。地震的时阵有4个人掉伫内底，消防人员有随赶到位去抢救。若这栋透天因为厝顶的水塔落落来，去浸到一只停伫咧1楼的轿车，加在这个驾驶嘛已经顺利互人救出来啊。第一个列车站停靠列车又会停到，就知影讲地震威力有偌大。另外，地震列车站火车的头一节列车头起伫铁轨路边，也有月台落落来。另外，玉里镇新台滨桥也有路顶倒落来。为了安全，今后进行交通管制，所有车辆行其他路线。来到高寮大桥，路边拢闭开，桥面也拢登起起去。整个桥都断了啦。现在是怕说桥上的车子麻烦呢。一度有3个人掉遐，加在平安互救出来。救援另外也清查现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车？另外，玉里大桥的桥边也开到变形，也有民众到来清理路边。我们要不要直接倒车出去？因为这个桥上面有断层带。来到村里国小，有建筑物毁损，强要落来，加在是假日无上课，无人员受伤。花莲也真侪所在建筑物起起变形，也是路逼开碰起来，也是搭落情况。车经过时阵，大家拢慢慢开。另外，台东也有真侪走山的灾情，包括海端、厝内山区、甲花东唱国公路路野路段，树仔甲土石一直连落来，全线封起来，加在是无人员调伫遐。来，接过一下哦。有名的碧龙大道招牌也未堪的地震，离登去，当地民众先该刷到安全的所在，以便去伤着人。另外，为着行车安全，桥塘公路对18晡5点开始来实施夜间有警示封路。记者综合报道。在昨昏暗时9点41分，台东发生规模6.4的大地震，地震中心是伫咧关山，所落来阁出现几啊届的地震波。不过今仔日下晡2点44分的时阵，台东地上阁发生大地震，规模是6.8，深度敢若有7公里，上大的震度是伫咧地上。气象局表示，今仔日下晡这个才是主震，若昨昏暗时发生的是前震。地震来时阵，规间夜景又发生厉害，连夜景的水拢喷出来，还有大楼顶悬吊车也喊甲发出声音。18下晡2点44分，阁发生全台有感大地震，瑞士规模6.8震央伫台中地上，深度7公里，比前一暗9点41分发生的关山强烈大地震搁较大。气象局修正917关山的地震是前震，918地上地震才是主震。我们从50年都找不到大的地震，就可以知道，它可能已经有超过300年没有大地震，在这个地区了那它累积的能量是非常大。气象局表示，主震进前发生73摆前震，是真少看到，也有5摆超过规模5，这摆震度上大出现在地上有6强，花莲玉里6级。玉山5级，中江头、云嘉南、高屏拢是4级。由原是中央山脉断层引起，暗过衰去地震波强度有希望减少。这个6.8的主震出来之后，有可能它的余震反而会减少的会比较快一点，因为它的地质条件是属于比较刚性的地质条件。中央山脉断层伫去年出版的台湾活动断层分布图，无看到表示，气象局表示，伊可能在地下骹爱进一步研究。学者指出，这是10几年来才掌握到的断层，目前推估长度为花莲到恒春半岛差不多300公里。这是一个很大的断层，但是一直找不到。那等到大概2000年的时候，这10几年前的时候，这边这个断层就开始很多地震了。所以这时候我们才慢慢了解到，现在没办法很精确的把那个断层画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把历次有地震的那个位置都渐渐把它标出来，把那个中央山脉断层的一个全貌把它勾勒出来。
这班918地上大地震是921发生3日了后，近20年来排名地震或者是第7个地震，无说甲2018年美伦大地震同款，先出现大前震，才出现主震。今年已经发生8个规模6以上的地震，气象局表示已经超过长期平均值。记者综合报道。昨天暗时台东发生规模6.4的大地震，地震中心是伫咧关山。当地包括米甲，也有叫阿毛头的工厂，是规个设备是损断了真严重，业者的损失恐惊会真正力。也若伫咧地上，嘛有出现上大震度是6级，有真家厝因为安尼有刷围起。另外，伫咧落野嘛有传出灾情，有连骨塔内底塔位是规个倒去，骨头虎嘛压甲规个。伫关山镇新建区咖啡厂，会当看到鞋仔因为地震，规个拢变形去，牵手机甲放物件的桶仔嘛规个落去。关山镇出好米，出产的关山米乖乖，全台湾是真出名。毋过一场大地震，所造成咖啡厂严重受损。过1、2个月，万东地瓦就要收成，无法度运作，恐惊会直接冲击产业。目前的烘干的部分可能有困难度了，损失到连机器这边都将近快4000万左右了。同款伫咧地震中心。损失嘛真正力的，还佫有即间离咖啡厂无偌远的叫阿毛头厂，机具严重变形，有的是位真悬的所在落来，有的还佫伫咧遐动害，业者的损失是真严重。对工程会有什么影响？对工程应该都会延宕。一场地震造成袂少车路甲桥受损，伫咧落野的宝华桥已经有39年的历史，虽然桥墩进前已经有做加强，用物件更掉咧，毋过也是袂堪比地震安尼摇。高边嘛，因为地震，规个逼甲真厉害，目前是暂时封起来，无开放通行。桥面板的话和 P3，它被挤压过去了，伸缩缝已经被拱起来。这一段我们的原则上是封闭，而我们用引道的方式来先做处理。伫落野的连骨塔嘛是严重的受灾区，即个地震，地势主运动的楼地板逼起，塔位的柜仔是规个倒去，地势袂少金刀红啊怎落落去涂骹摔破去，骨头虎是压甲规个。有家属听到这个消息，赶紧去关心。也若台东县政府答应讲，一定会协助处理，请家属放心。请这个家属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做到最好。这个地震震度上大出现伫地上，大埔村有3户人家厝，拄好起伫后亚大陆板块甲菲律宾海板块交接的所在，2户的涂骹拢出现长长的壁损，还有1户的门口顶嘛壁起，厝嘛明显有刷震动。这个整个房子就都走位了。对呀。台东县长姚庆玲早起去各地视察，加在地震无造成人员重大伤亡，不过各地拢有出现灾损。其中伫海端乡的海端村顶顶的3个砖仔头，因为南海公路放弃，车路未通，中昼12点开始是停止上班上课。记者综合报道。为昨天暗时到今是一直出现地震尾，不过今仔日下晡2点44分发生伫咧台东地上规模6.8大地震，才是主震。这个地震，花莲、台东等等的所在，拢有传出灾情，造成大楼倒去、桥嘛逼起等等的情形。迄当阵，总统蔡英文人当伫咧南投，嘛有发表谈话。虽然我在行程当中，不过政府各单位都掌握了情况，并且我的幕僚也随时向我报告。那中央灾防中心已经立即开设而且现在各地也陆续传来灾情那政府的相关机关都在掌握状况，那么做最及时的救援。那后续呢还有余震的可能性，所以我在这里呼吁我们全台湾的民众都要保持警觉。总统蔡英文表示，目前政府各单位拢有持续咧掌握情形，而且强调讲，中央灾防中心已经一级开设，相关的机关嘛投入救援，接下可能还佫会有地震尾。蔡总统嘛提醒民众爱较买册咧，而且随时注意政府的信息。花莲传出严重的灾情，有一栋3层楼高的透天是规个倒去，1楼是超商。地震的时阵有4个人掉伫内底，消防人员有随赶去现场抢救。因若这栋透天因为厝顶的水塔落落来，去浸到一架停伫咧1楼的轿车，加在这个驾驶嘛已经顺利，互人救出来啊。位伫花莲玉里一栋3层楼高的透天厝向倒来，现场是真混乱，店内员工甲人客赶紧冲出来，不过意外有4个人客掉伫内底，消防人员赶紧来到现场来救援。
消另外出动机械，真小心进入这间倒去的建筑物内底，抢救掉伫内底民众。有家属伫外口是真着急，想办法使用电话来联络，确定掉伫内底2个亲人，人拢真清醒。对他们现在要翻，他们现在要打掉，要翻掉了，你们忍耐一下。加在伫2楼有新家2个人先救出来，是有惊无险。另外，这栋大楼楼尾顶的水塔落伫1楼，去缀着停伫1楼的车。快点，快点！地震发生的时阵，四界拢是烟蓬蓬清，大家是惊甲叽叽叫。停伫路边的机车倒规排，后只伫骑车的人惊到要死，赶紧停车，赶紧走。哇，玉里现在全倒，完了！刚刚那个最起码6点多7级，哇，你看，爸爸，哇，玉里这个真的太大了，哇，太扯了。爸，喂，你们还好吗？那机车倒规排，邻近营业点头的商品也拢落规涂骹，地区本身伫花莲局里造成真侪灾情，后续依然有救援甲修复工作。花莲县府是宣布19局里镇是停班停课。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关山昨昏发生规模6.4的大地震，地处南环、台东、新武等几个路段遍布崩起。今仔日中昼才修理好势尔，又搁小连续出现规模5.9的地动尾，也搁有6.8主震，路是又搁崩起。有几只车是吊伫山顶无法度落来。另外，这届地震嘛造成屏东全五到旧法湾车路16公里的所在路搁崩起，造成包括13个人吊伫山顶，加在是无人受伤。过山头拢是粉尘，亲像稻火庆宴共款。台东10月下晡规模6.8地震，互台东早起真无简单抢通的南环，真侪所在搁崩起，真侪车卡伫路顶悬，袂顶袂动。又来了一个5.9，一个6.8的，又是192跟195这里又坍方。现在192的部分，我们已经清到单向可以通过了哈。现在机具跟人力我们是从192那边往那边推进。南环台东新武192溪甲195溪受大地震甲地动尾影响，10个修个崩个修，龟山到向阳影响虽然较细，煞真侪所在石头连落来，10个有警成封路，工作人员伫高雄堡内看到油溪迈入山。另外，嘉义县环路乡大山线311公里的所在，下晡同款出现石头连落来，道路断去，由警方甲工务团人员伫现场管制甲抢修。17早起到放过屏东全五到旧法湾道路16溪的所在，暗时大地震一来，抢修会部分搁放弃，而且一直石头连落来，互游客甲老户顶13人受困伫山顶。他们是游客，所以在我们旧华湾有那个。住民宿道路大概预计会在14时左右就开通。规条路雨崩落去的土石引起怪手是一直抢通，好在下晡除了当地落雨，其他北尤其已经行过崩起的所在平安落山，无情愿伤亡。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葬按算伫当地时间19早起11点举行，也就是台湾时间19暗时6点。为了参加女王的国葬，各国领袖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日本德仁天皇，也有南韩总统尹锡悦这领袖因翁仔某，拢有去到伦敦参加。英国新上任的威尔斯亲王带着哈利王子甲其他的公主、王子等等，女王的8名孙仔甲祖孙，伫17暗时进入食品厅，替女王的灵柩守灵15分钟。英国女王的灵柩伫食品宫停灵真侪天，为着对待女王，队伍排甲真长，排队民众可能会等超过24点钟。过去几落天，已经超过400人捌伫中途昏倒，和查尔斯国王甲威尔斯亲王嘛亲身去南北斯桥，关心民众的身体健康。It was an amazing experience to meet King Charles III. So I said to him, to keep up all the amazing work, His Majesty, and he responded to say, I have to because I've got to look after you guys now. 为了参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葬，美国总统拜登翁仔某伫英国当地17暗时赶到伦敦，同款要出席国葬的日本德仁天皇翁仔某，嘛伫同一天到伦敦的史坦斯特机场。这嘛是日本天皇伫2019年登基了后头一届飞去海外参加国际活动。根据日本的传统，天皇过去未出席丧礼，是考虑到过去甲女王的情谊，所以决定破例出席。当然，阮来现任首长哈山纳夫家嘛伫10月透早坐专机赶去英国。
陆王的国葬要伫当地19早起11点举行，为了出席追悼女王，包括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这国家领袖，拢组织到英国的北京汉宫，甲新上任的查尔斯3世国王会面。预估会有将近100名各国总统甲政府领袖出席这场国葬。动员的维安规模超过过去，包括G20峰会等等真侪重大会议。公司新闻陈时栋编译。咱来关心日本有关风台的消息。强烈风台南马都是扫对日本去，因日本的岛屿一路上北，按算会伫咧九州登陆。九州各地港口下晡开始出现大涝，伫咧宫崎甚至是东京，河川的水位拢捌超过危险的水位，还佫有鹿儿岛等等3个县拢有发布水崩山灾害警报。日本气象厅还佫针对鹿儿岛发布天灾内底上界严重的特别警报，要求九州超过260万的民众都要赶紧去避难。树仔暴风一长，倒伫路中，互原本2线道的车道只剩淡薄的空间，会当勉强开过。强烈风台南马都侵蚀日本，暴风影响日本九州。日本气象厅佮针对鹿儿岛发布暴风高影的特别警報，是风灾内底上悬的境界。木や電柱が倒れたり、家屋の一部が倒壊するぐらいの風が九州では吹く見込みです。その後、台風は北東の方向に進み、東日本や北日本も火曜日頃を中心に天気は大きく荒れる見込みです。到日本早起10点半为止，当地已经有民众因为强风受伤送病院。鹿儿岛宫崎有超过25000户的客家停电。鹿儿岛的处置区甲市指表示，因为风灾甲警戒程度叫到上悬的5级警戒，要求市区所有居民，差不多7800户的居民马上避难。其他地区嘛发布4级的警戒，拢总要求将近120万户，超过240万人赶紧避难。因为南马都风台是超大型的风台，鹿儿岛甲宫崎关这所在已经有民众烦恼家己的安全，透明带入去避難所。気象庁の担当者はですね、午前中に開いた会見で類似する台風がないという言い方してました。目がだいぶちっちゃく最後なったんですけども、中心がギュッとこう締まっていってる。这个月19是日本的国定假日敬老日，原本真侪观光景点的业者拢忙3天连假的观光人潮去消费，却因为风台和旅客临时取消行程，提早赶回厝。目前九州新干线的部分列车已经宣布停开，各有至少500航班因此停飞。如果风台会继续向东北山顶动，影响日本本岛到20日。公司新闻台是东编译。接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新冠本土疫情今仔日是增加要到4万的本土病例。中重症有757例，死亡的有39例。中重症的个案内底，包括一个儿童Miss C 的个案，是一个2岁查甫囡仔。顶礼拜挂急诊的时阵是检查出肺炎，后来持续发烧，诊断是Miss C 的个案。加在经过治疗了后，目前病情已经是稳定，按算今仔日出院。累计今年儿童重症到今是已经有213例啊。就算是假日，医师也是无用伫看诊，有基层诊所医师发现，呼吸道症状病人增加。最近因为连续假期多，民众南来北往，移动真接，真侪观光景点人真多，民众防疫可能开始来放松。有过一礼拜三，一家确诊病例会达到高峰。中秋连假之后的隔一天哈，是创下我单日看确诊人数最高的一天哈，所以我本诊所自己小小的统计啦哈。那这个也暗示的一件事情，民众大概就是比较松懈一点了。本土疫情清悬，18礼拜新冠本土新增加39330例本土的病例，全台有11县市病例数超过1000例，其中以新北市8000多例上多，中重症有157例，死亡有39例。重症个案内底新增加一例儿童的Miss C的个案是2岁查甫囡仔，伊8月中捌确诊，9月中诊断是梅将军肺炎加Miss C症状，加在经过治疗了后病况好转，有加18英出院。截至今天，儿童重症总共213例，包括脑炎31例、肺炎23例、心肌炎1例、败血症3例、笑吼11例。家中死亡7例 ，Miss C 有134例。另外，为了应应这波疫情，咱国采买莫德纳次世代疫苗头一批80万4,000剂，伫顶礼拜5暗时到台湾，正进行检验风险，上紧24拜六配送到各县市，互民众来注射。第二批大约80万剂是有加18暗时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个上新的消息，强烈地动地区花莲玉里的一间阿摩托手倒去。消防局证实，有一个42岁姓魏的工人有送病院，不过也是不幸救无回来。
另外，咱来关心台中感觉的一个消息。在台中感觉的受刑人陈坤豪，昨昏探去，医生看开刀的时阵，伊用铁线甲骹髎透开转逃走。台中地检署今仔日发布通知，今仔日下晡警方伫咧桃园中立有发现伊的行踪，伊说是举刀啊，甲警方对徛，拒绝配合。警察为对空中开枪甲警告，不过这个受刑人是怎用刀啊伤害家己，目前是已经送病院急救。因台中感觉嘛出面来说明，讲会检讨相关的缺失，而且会配合检调来理清相关的责任。台中检方17暗时发布通知，因为这个穿白人衫的就是台中家的受刑人陈坤豪，伊伫台中殡仪馆的停车场偷一台小货车，弄害炸烂逃走。刑事警察局也伫重要紧急查缉专刊公布真相甲名字，全台警方展开大追击。在昨日晚间8点05分，本署接获通报，我们立即在9点52分就发布通缉。家家表示，犯枪炮毒品等罪嫌的陈坤豪，判刑12年，为今年3月底到台中家服刑。不过因为靠顶骨折，17去中国赴西培根顶，早起11点左右完成手术了后，检察人员伫下晡5点44分查房时阵发现，人已经无去。迄时阵所用就是这种一般型卡疗。他手术后上这一个，手术后也都是，因为他那个脚有做包扎，他脚包比较大，所以也没办法上这个固定。家家表示尊重医师判断，则无用恰当的锚定式卡疗，陈坤豪用不明方式摕到铁线破坏卡疗，负责介护监视病房的管理员无马上发现，才成功逃走。我们的介护警力有时候还要负责住院的收容人去做医疗行为，所以我们两间的那个介护情形，当时就只剩下1名主管。在18中昼点外，警方在桃园中立中山东路发现伊影者，不过伊提刀拒捕，警方对抗发一枪示警。陈坤豪自残到暗棍，互人压制，目前送医急救当中。台中家家表示，已经将介护送医的前提为7人增加到9个人，也配合检调调查，相关人员牵涉的刑事甲行政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政治的消息。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今仔日发表士林北投10年路网的政见，希望未来士林北投科技园区的交通，卖甲即卖内湖科学园区同款。不过，两个主要的对手，无党籍的黄珊珊，也有国民党的蒋万安，拢也是针对疫苗的争议，继续咧改批评。士林北投前瞻治理，支持阿中有感政策。到要参选士林北投议员的家仔徛斗阵，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10月发表士林北投10年路网计划，为着士林北投科技园区未来发展，伊计划甲洲美快速道路的南北延伸，嘛要甲北陵桥改较悬的，互下骹的通河东西街会当分快，交通就会较顺。这一块我们如果再放着让它发展。而相关的交通问题不去处理它，以后就会像内湖一样，10年后它就会再停下来了。那然后呢，我们再重新再弄，然后那时候已经穿好衣服再改衣服就不容易了。另外，面对疫苗的争议，17暗，陈时中伫电视节目顶悬表示，中央若无挡湘北，颠倒是互湘北加10派的疫苗。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批评，大家讨论的是速度的问题，陈时中却一直讲数量。我明天必须要后送100多个确诊病例，我每天会接到电话，台北市又死了多少案例？当大家在跑100米抢残疾的时候，中央的官员难道可以无动于衷吗？这样是这样做人的吗？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嘛针对疫苗批评陈时中，伊顶日表示要对陈时中无公开疫苗合约的代志甲过。不过外界质疑蒋万安是安怎无爱用立委的身份调查这个案件。在立法院，我们当然会再度的要求，但现在民进党是多数，而且是阿爸的多数。我想我们透过各种方式，就是要还原事实的真相。这就是我们的目的。陈时中对此回应，蒋万安也未是立委，就应该爱伫立法院内底提案，无咱爱这个立委创啥物？记者林书豪、张玉水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
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2度。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